可能，那你撕票啦。試咗該私人嘅，知道陳子健同蔡蔡子嘅可以停1分鐘，記得啊。你吃了。接受事實嘛。不用这样的相处。这种抓。我老街去还那么久，给你撕到一个，刚才有3个女生走在面前，我他妈忍住没撕她了。他们已经被我撕了。没有啊，有3个在我面前经过啊。哪个？就是刚撕的是何宝仪带着名牌，背对那种我都没撕她。你们不是个人战吗？对呀、啊，基本上是女孩子，我不想撕她啊。我第一个撕不成是女孩子。那我是干嘛的？你是女孩啊？不是我一个抓你们全部的吗？啊、我跟陈晨抓你们全部，你们、我根本就不知道。我那刚开始我跟你说过了，你太強了，你必須名牌加陳子健撕一半，蔡蔡子撕一半。懂我意思嗎？我已經看到你了。怎麼？你看到你的撕你？你真的死了嗎？你怎麼就發射？我給名牌給你了，還看我後面。快啲撕佢啊！撕佢可以停1分鐘啊！喂，邊個啊？呢個。你贏咗未啊？你死了嗎？佢未死啊！喂，走啊！等下先你。你個名牌咧？喂，佢名牌都冇點撕啊！你話撕咗停1分鐘啊！你名牌都冇點撕啊？係咯。我沒死啊！唔係你見唔見有牌咯？你冇名牌，你點冇得玩喎？我哋喺呢度玩啦。我是鈴鐺子，我一個抓你們全部。我哋喺呢度玩。我一個抓你們全部。蕭宇傑買隊友。蕭宇傑買隊友走佬。誒，看住呢個蕭傑㗎。有得人渣。